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第四個 momentum 夠噶啦啩，夠全世界基督徒去經歷佢嘅富足啦啩，係咪先？邊喐咁啱噶？係咪？我講嘅醫療健康夠全世界嘅醫療健康，即係話我講嘅嘢啊係足夠全世界使用嘅級數。我唔係求其揀咗一樣嘢，實揀咗一樣嘢俾佢。佢係揀一樣嘢俾我咧，係根本你冇可能撞彩撞到嘅。你金融裏邊你冇可能撞彩得一樣嘢咁樣嘢。尤其是嗰樣嘢係未存在嘅話，喺我講嘅時候，係咪啊？所以你會睇到係一定要神先做到嘅，即係嗰個 momentum 係夠全世界用嘅。其實，但係只不過就係佢哋唔攞啫嘛，即係嗰種就真係更加顯示就係嚟自神，因為嗰個程度，就算第二個 momentum 人數增長啊，我哋可以有呢個反向嘅恩賜運作啊，好多呢一啲都夠全世界用嘅，不嬲到，係咪？所以呢個先真正顯示咗嗰個背後，我哋 tap in 到邊個 channel， 即係等於有啲人話我想賺錢咁，嗰啲人話咁我打3份工啦，咁種方法，好似嗰個阿爸同我阿仔咁樣打3份工啦，咁係啊，嗰個係一個方法嘅。但係明明世上好多方法嘅，或者我做推銷或者我做運動員，每個都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嘅，即係每一個人去解決佢哋自己嗰個問題啊，都有方法嘅。但係唔會啱全世界噶嘛？但係你睇到我講嘅每一個 momentum 都啱全世界，連第一個 momentum 都已經跨下海口，但係你突然係出現嘅，嗰個真係有神先得嘅，即係冇可能係偶然嘅，人類係冇可能揾得到嘅。但係亦係咁就話俾你聽一樣嘢啦，就係神幾重視嗰個受苦者，即係話主耶穌嘅時代，全世界嘅救贖係得一個人，就係主耶穌。你諗下，其實有幾重視主耶穌啊？同埋個重視程度唔係你想象中利用個用咁簡單嘅，係咪啊？即係你要從呢個 angle 去理解受膏者，活着嘅受膏者喺嗰個時代，其實喺神嘅面前係一個乜嘢嘅存在。當你唔能夠理解咧，你錯失得好可怕，因為你從來冇機會去錯失，唔係你嘅時代嘅受膏者，譬如主耶穌咁咯，唔係摩西咁。但你知唔知呢個要求幾低啊？唔好錯失你嘅時代受膏者，因為神唔係要求你成為嗰個時代受膏者，明唔明啊？要求你成為嗰個時代受膏者，你諗下個要求真係無限高啊！但係而家你身邊有嗰個時代受膏者，但係你天生就 ignore 佢，你錯失，天生就錯失佢。你會係識覺得你喺主耶穌嘅時代，你唔會錯失佢，但係你天生就一定會錯失你自己嘅時代。但係最恐怖就係你接觸唔到啫。你如果喺度接觸，你都錯失嘅。咁你諗下，你付咗咩代價？你付過咩代價？因為神嘅受膏者係自成一派嘅說服力，主耶穌有主耶穌嘅說服力嘅，摩西有摩西嘅說服力嘅，每一個都有唔同嘅說服力嘅。大衛都有佢嘅說服力嘅，佢同摩西又唔同。撒母耳有撒母耳嘅說服力嘅，個個都唔同嘅。咁嗰個說服力，佢哋承擔得到。佢哋做得到，同佢哋性格、同佢 personality 有關。我有我嘅說服力嘅，因為嚟咗我一個你哋冇嘅性格，而使到我有。咁所以神就係點解要擺一個活嘅受膏者咯？係因為等你哋學佢嘅性格係嘛？你哋仲係翻自己嗰個性格。主耶穌佢都有佢嘅門徒噶。你叫得門徒嘅時候，你究竟你諗緊啲咩咧？你有冇多方去研究、嘗試去摸索咧？所以神咁做嘅原因咧，仍然係嗰句，就係佢擺個活嘅受膏者喺度，佢唔係擺一個石碑喺度，佢擺個活嘅受膏者喺度，你擺個活嘅主耶穌喺度行道3年半咁樣。原因係點解咧？你有冇諗過，當主耶穌嚟呢個世界，其實你開頭，起碼我讀聖公會嘅時候，我最唔明白點解主耶穌基督行道3年半。第一，你嘅時間短；第二，你講嘢嘅時間就更短。你行嚟行去又冇有冷氣嘅車啊，唔係有飛機啊、火車、有高鐵啊，明明有的士啊。
你仲由呢度行嗰度行個行程嗰時2-3日，咁點解你唔會坐喺個會堂當中，每日講8個鐘又休息，每日講8個鐘又休息，都起碼一定多過4福音咯出到嘅嘢，你覺唔覺得咧嚇？譬如主耶穌語錄咁樣，都一定唔會係短過馬太、馬可、路加、約翰任何一卷啊，係咪？你有冇諗過點解唔咁做啊？因為唔係語錄啊嘛，唔係佢講過嘅嘢啊嘛，係佢生過嘅活啊！佢係要同你一齊起居飲食，一齊去食嘢啊嘛，一齊去擘餅啊嘛，一齊去受浸啊嘛，一齊去行山啊嘛，明唔明啊？咁呢個先至重要，因為咁你先 get 到。就譬如舉個例，你哋好多都讀過小學係咪先？你哋有上過堂係咪先？你哋上過英文堂、數學堂係咪啊？但係你憑淨係每日上過一堂或者你班主任嗰堂，因為咁你嗰一年裏邊佢係你班主任，因為咁你認識佢嘅性格有幾多啊？你冇去屋企食飯，你冇同佢哋一齊行街，你冇同佢哋一齊面對佢哋嘅阻力，你冇睇到佢點處理一啲嘢，係咪？所以咪解釋咗點解剛才我諗啊？點解主耶穌嚟呢個世界？佢唔係 stay 喺一笪地方，係咁齋講咁樣咧。佢係行道咧，周遊列國咧，係生活啊嘛，係 personality 啊嘛。但係呢個係你主動啊，係你觀察，因為你觀察就睇到噶嘛。所以點解唔係上堂方式嘅？主耶穌嚟嘅時候，呢個先至係神留低俾嗰個時代最寶貴嘅一樣嘢，留低喺受膏者身邊嗰啲人最寶貴嘅一樣嘢，就係你同受膏者一齊生活過啊嘛。因為受膏者連佢嘅嗜好啦，去玩嘅嘢，每一樣嘢咧，都係其實神預知嘅。馬可福音第11章第23節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：你拿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喺我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必成，就必給他成了。是聖善、信實和全備，是潔淨，是明亮善美。星空中最是優美燦爛，明月與星光不足夠對比。耶穌是我追尋，我的依靠，我的希望，常輔助傳揚我興起。耶穌是我尊敬，我心所愛，我一生夢想，深因厚愛，千載萬代也記。